好，記住呢條啦。咁呢條係16進制轉2進制啦。咁我哋數翻喎，呢度咧第一個係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同13。好啦，咁我哋就會寫啦，3乘16嘅13次，再加 e 係幾多咧 ？e 係14乘以16嘅12次。好啦，跟住咧計數機幫手，將個3擺落去mod 3嗰度，然後先撳咗佢係10進制啦，撳咗個3落去，然後將佢轉做2進制，你會發現佢係11係咩意思咧？就係2嘅1次乘以2嘅0次。16就係2嘅4次方，所以咧呢度就會變咗做2嘅52次方。同樣道理，我哋16轉到10進制嗰度啦，將佢轉翻做 binary number， 就係1110。咁所以咧，佢就會係2嘅3次方加2嘅2次方加2嘅1次方，然後乘以16就係2嘅4次啦，所以呢度係2嘅48次方。攞翻做加號先。好，然之後乘入去啦。咁咧乘入去之後，你會發現佢有53次啦、52次啦，跟住48加3就51、50、49。咁所以咧答案就係 D 啦。